由朱氏在基国邦格宫举行汤圆祭拜仪式，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顺利进行。该庆典为1年1度的例行宗教活动，吸引信众虔诚参与。朱氏基国邦格宫举行了庄严肃穆的汤圆祭拜仪式。整套祭祀活动首先以向神明致敬作为感恩之礼，随后祭拜祖先，最后以祭拜神将或祭兵作结。朱氏宗祠主席阿谦表示，这项庆典象征着冬季节庆，寓意家族团聚与家庭温暖，是一项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仪式。在完成各项祭拜与宗教仪式后，活动以全体信众共同享用汤圆热饮作为结束，场面温馨融洽。Semoga Indonesia tambah maju, tidak ada bencana, semua kesehatan aman-aman lah gitu。阿谦也期望这项仪式能够持续传承祖先的传统，并进一步增进居港市各界信众之间的情谊与团结。Muhammad Aidil, PAL TV。